陳太，冧住個富婆，操得好爽啊！條契弟，呢期你當賺，罪先你啦！徐夫教你飲醉啊，你唔好入嚟啊！邊個教你沖涼？邊個教你家中開單啊？不過我冇教你啊，冇教你叫我啲蝦啊！你幫我一次，我爭你成世啊！而家唔係我叫你啲客啊，係你啲客嫌你廢唔要你啊！夠啦！你醒下啦！我徐副校嗰度，以前邊條女唔係爭住同我家中，我都威過噶，你知噶？我淨係記得我入行嗰陣時候，你同我講過，做 PT 無論你幾 fit 都好，你一定要 keep 啊！而家咧，梗係我呃你噶咋？人到中年，頭髮又甩，氣又喘，個肚腩減極都減唔到，減肚腩仲難過戒煙。咁睇下你有冇揾到啱用嘅產品嘅啫。依家一粒維他命丸已經可以做到增強免疫力、提升精力、維護前列腺健康同埋補腎陽。你仲後生唔明㗎？生活唔容易，同 Hold Up 合作啦，你合翻去試下，等你身體有活力多一次。